如今这个情况，若非亲自去问主夫人，怕是别无他法了。主夫人在长平京蛰伏10数年，想从她口中得到情报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况且主夫人心机很深。上次城主府抓到黑衣人，我在审他的时候，主夫人假意审问，却在关键时刻被黑衣人挟持。可是那捆绑黑衣人的绳索，明明就是被人用匕首割断的，而且当时在现场的只有主夫人一人。现在看来，主夫人当时就是为了借我的手，杀人灭口，毁灭证据。主夫人心思缜密，想从她口中得到线报，几乎不可能。要是能找到岳云口中那个神秘人就好了。东皇钟，既然东皇钟可以帮助月儿和我回来，若是能够帮助我们回到明都45年，这不太可能吧？谁呀？城主，是我啊。啊，是夫人呐，请进。夜深了，夫人前来是有何事啊？我看城主最近过于操劳，特意煮了一壶鹿儿茶。还有那个地风卷，不知道城主保存的是否妥当？这地风卷呢？刚才我特地去看过，不知被何人拿走了。不见了！我交予你护国护院的神物，你给弄丢了！倒不是没有可能。奇怪，这东皇钟的威能怎么从金色变成了红色？一炷香的事情，先生这是何意？用东皇钟速回的能力，确实可以将你们送回到明都45年。但是，东皇钟现在的力量，仅足以支撑一炷香的事情。时间已过，若你们不能及时返回，会如何？神魂俱灭。先生，为什么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去？他们现在内力尽失，有我在还能保护他们。不是为送你去，而是这东皇钟没有能力送你去，因为命。上古10大杀器，渡得了世间万物，却唯独渡不了自己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呢？我也无碍。红月。红月，红月，主夫人，红月，可担心死我了。
把芊芊交给我。主夫人，你方才不是已经……我刚才运气好，躲过了追兵的追杀。就是这个人。要不要去帮忙红月？不行，诸葛先生说了，在素慧境里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倘若我们受伤或者死去，反而会影响现实的我们。不要轻举妄动。动手！可恶，怎么是块木头？主上命你将地风卷带入长平境，后面的事慢慢推动。这陆芊芊后肩有一处六芒星胎记，是霸星转世的标记。六芒星是陆离。主上说，这玩意儿是蛮族大巫赠予的，里面是上古禁术血固十字咒。这血固十字咒可以封印整个长平京的国运气势。原本这长平京就要唾手可得了，这时又杀出来个陆芊芊。我还在想，主上为什么让我易容如此，去抓一个婴儿？原本将这血固十字咒放进长平京的龙脉之地，就可以完成任务。谁知这主夫人诞下一霸星，国有霸星，护国护民。今日若不能除掉这陆芊芊，这地风卷就发挥不出它10成的作用，也就白费了。那我尽快找到陆芊芊，将她除掉。先生，这香都烧了一大半了，他们还没醒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在这炷香烧完之前，使用速回诀，便可以与当前的东皇钟引发共鸣，回到现实世界。现在还不到最后，别下去，不必着急。月儿，没想到你竟是长平境的霸星。急不得，除掉霸星，必须在阴年的中元节。今日不成，只能再等22年后的中元节了。22年后不就是天元8年吗？谁？走。原来这里藏着2只小耗子。陆离，你大胆！这俩小东西知道我的名字。我刚才有提过自己的名字吗？有点意思啊。看来还是个高手。月儿，我的功力恢复了几成，但是只能自保，不能分心护你。一会儿我吸引他们的注意，你抓紧时间，用诸葛先生教你的速回诀，回到现实世界。那你怎么办？陆离想留住我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快走，不要让我分心。前面哥哥，前面哥哥，前面哥哥，快醒醒！前面哥哥，你快醒醒！前面哥哥，发生什么了？神秘人是陆离，我们被发现了。前面哥哥保护我先回来了，他还在跟陆离和主夫人纠缠。前面哥哥，快醒醒！先生，这怎么办？我以为你有多厉害，原来不过是强弩之末。这么做是为了骗那个小姑娘走吧？
强行冲破经脉，不知死活。消灭了，他还没醒来，他不会再也醒不过来了吧？诸葛先生，这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所谓一炷香的事情，只是因为这东皇钟的能量不够罢了。那如何能让他能量够啊1000年前，东皇钟曾经历一场魔劫之战，碎了一个缺口，散落的碎片化为了东皇陵，而这碎片的残魂，则是散落人间。你们曾问本尊，为何这东皇钟会散发出红色的味道？这是他在呼唤你回去，因为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我是东皇钟的残魂，想教化清你，也不是没有机会，只是这唯一的机会，在你的手中。今日少年，明日老，山依旧好，人憔悴了。慧明哥哥，不要！小丫头，摇头干什么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不好，一定还有别的方法的，不一定要牺牲掉你的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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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秦明哥哥还坐在那儿，他只是在梦中，还没有醒，一定还有别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先生，素慧界是独立的世界，大道三千，素慧界与真世界各执一道。这东皇钟只不过是连接3000世界的节点，并非如梦这么简单。小丫头，不要紧，我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原本我以为你们俩随东皇钟重生，我只是个局外人。现在看来，我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。我真的很开心。再说了，如果真的是东皇钟的残魂，那说明我可是上古10大神器的一部分呢。这姓花的，这辈子都比不上我了。终于赢他一次了。小丫头，替我照顾好那个姓花的，好吗？一定照顾好他，拜托。我好像回忆就停在这一刹那瞬间，这样我也好，不用再眷恋。只遥遥相望1000年，你在另一个世界，一段景象。华清明，我叫叶未明，记住我。
我是镇南王燕未明。给你，给你。我会化作世间破晓的地狱里阳光，守护在你身边。小子，认命吧。没事吧？叶未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就心里发起名来，不叫我叶未明来？你这家伙太自私了。这香已烧完了，我怕是回不去了。你试试速回诀不就知道了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行了，赶紧试试。谢谢，谢谢你给我这些时间。再见，再见。千面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月儿，你怎么了？不小，破晓为何会在我手中？未明哥哥他。我只是心脏有些痛。镇北王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！从此，世界再无镇北王。不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，我不想知道。月儿，我们走。我们回长平见，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了。自古天选多劫难，寻常人家为之盼。若此一身华丽装，世事不顾清闲欢。什么？我母后是假的？陆不平，你当真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话？我相信，我当然相信了。这就是我按照你给我的修炼图纸练习轻功的结果，绝了！不应该啊。我就是按照这上面的图纸，这上面说是不是让我从3丈高的地方跳下来啊？陆不平，你仔细看清楚，你这本书
是不是拿反了？我去。没事，没事啊，咱们继续聊正事啊，聊正事。陆不平，此时此刻有个重要的秘密，也是时候该告诉你了。什么秘密？岳千雪才是你真正的亲生妹妹，而此时此刻的陆芊芊是冒牌的。你是我妹妹？正是。岳勇，属下红月见过少城主。你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叛将红月，前2天是不是你故意给我弄晕的？我，哎呀！他不是叛将，他是被人陷害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这事情太严重了！你们这会儿跟我说，我母后不是我母后，我妹妹不是我妹妹，这会儿红月也来了，我如何相信你们？倘若你当真想知道，滴血认亲，二者相容即可。滴血认亲？融了！哎呦，我这苦命的妹妹，来，让哥哥抱抱。岳千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上来就给你哥哥一个大逼斗，你知道这个大逼斗对你哥哥我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吗？月儿，别闹了，我们来说正经事。不平哥哥，你还是赶紧起来吧，莫不是还得我再亲自去扶你啊？别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要这样。说吧，关于陆离之事，你们调查的如何？剩下的时间可不足12个时辰呢。禀城主，陆离的确不是叛国之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陆离压根不是长平京人士，自始至终，他都是西木国派来的探子。探子？18年前，也就是明都45年，他随一位大人物来到长平京，潜伏至今，其目的就是要毁我国运，殃及一方。那你说的是谁？主夫人。你是说夫人？父王，那个近些日子调查下来，事情确实有些离奇。不过，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
跟岳千雪验过血了，她确实是我的亲妹妹。胡闹！你们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平儿，你贵为少城主的血脉，怎么可以随便验呢？干什么？父王，为了真相，忍忍，放开我！得罪了城主，放开我！得罪了你们干什么？我会后悔的。来人啊！怎么没融到一起啊？大胆，速速放开城主！放开我！红月，有为在，你先出去。城主，出去。你是红月？左侍卫长红月见过城主。红月，我找了你很多年了。你们几个，跟我来吧。怎么出来了2个点？微臣，爹，爹，平儿，平儿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平儿，父王，你什么时候变成假的了？我都不知道。你咋一直把孩儿蒙在鼓里呢？这些年我到处寻找你的踪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找不到你？我也在找你。从长平京传来消息，说你袭击了主夫人，此次消失，我不相信。后来我离开了天启阁，四处寻你，怎么都寻不到。天元元年的时候，我流落到落日城，乔装成算命先生的模样，就是想获得你的消息。先生，太感谢您了，您算得太准了。老先生，客气了。不知您是否听说过一位名为红月的姑娘？这还真没听说过呀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
听说了吗？就那个天眼神算的可准了。他今天说呀，明天午时降雨，城内3寸，城外4寸，那分毫不带差的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过去试一试？哎，得了，他要是真算得准，还用得着每遇到一个人就问问知不知道什么红月姑娘？他算算不就知道了？用得着挨个问？当时我正在微服私访，看到微臣到处打听红月，我便叫人将他秘密地带回府中，想要问问他关于上次夫人遇袭的相关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自从上次夫人遇袭，红月失踪后，夫人变得很怪。城主，舒城军在城郊15里外发现主夫人身影，已将主夫人护送回长平京。找到夫人了，她可还好？还好，有些许擦伤，并无大碍。快，带我去看看她。夫人，孤亲自下厨为你熬的这碗小米粥。夫人，尝尝。城主，真是有心了。夫人，你看，我们之间说话怎么如此生疏啊？来，城主，这是妾身祈福得来的圣物，只要放在府中的龙脉之处，可庇佑长平京国运昌盛，百姓安康。夫人，平时没人的时候，你叫我总是一口一个夫君，一口一个亲爱的，怎么今天如此生疏，城主的？怎么还在怪我没陪你去万福山祈福？哎呀，不是，妾身只是受红月袭击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现在一口一句城主，只是觉得更有安全感罢了。这个红月，也不知道是被哪国买通了，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幸得半路遇侠士相助，妾身才捡回一条命来。你是说，陆离？在下陆离，见过城主、主夫人。后来，我也一直在怀疑，夫人好像是越来越不对劲了。她好像对城中的诸事都忘得一干二净，而且脾气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她根本就不是主夫人，她只是易容成主夫人，打入长平京的细作。其实我也一直在怀疑，可
可是我自小和平儿他娘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为父不敢撕开那道最后的创伤。那日，城主把我带到城主府，我原本以为将命丧于此，没想到我竟跟城主是同一类人。好啊，果然是红月这个家伙。说，你是不是伙同红月对我夫人做了些什么？红月那么善良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伙同我害主夫人？再说了，这么些年，我一直在找红月的下落。我倒是想问问城主，你们把红月藏哪儿了？为什么我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？你这家伙脾气倒和我有几分相似。叫什么名字？微臣。天机阁微臣。天机阁千年守护我长平京的护国神器东皇钟，而且天机阁的人有神约在身，定不可能做出折损我长平京的事情。微臣和红月的感情，同我与夫人一样，一时间我们是惺惺相惜。城主念我守不住后人，便跟我说了地风卷的事情。当我看到地风卷的时候，能感觉到此物有种不凡之力。可惜我道行尚浅，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，于是便留在密室中，与城主一同调查主夫人与地风卷背后的真相。我相信，只要调查出背后的真相，我一定会再次寻到你。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差，逐渐的都起不了床了。可是长平京不能一日无主。考虑再三，我便委托微臣易容成我的样子，成为我的眼睛，我的嘴，替我延续长平京的安稳，同时继续调查下去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解开地风卷秘密的文献，却一直不得章法。有一次，我去架阁窟，想要研究地风卷的相关构造，没想到陆离把守架阁窟，我担心我的行踪暴露，于是从那次开始，我便每次去架阁窟的时候，都易容成了主夫人的样子，以免引起别人对我的戒心。原来如此。城主是慢性中毒，应该是海灵香。海灵香？海灵香产自犀牛贺州，微香会使人兴奋，长此以往，寿元耗尽，人若有死。
怪不得近几年我也变得精神萎靡，脾气暴戾，甚至是会产生幻觉。主夫人每日都会亲自在房前点上一炉熏香，看来正是海陵香。芊芊，舒服吗？用力吸会更舒服的。救了你一条命，你这条烂命本来就属于我的，现在应该还你。谁？属下姚卫，府外有一西域郎中求见。啊，是我请来，给城主开安神良方的西域神医，速速请来。是。怎么从正门进来？这个蠢货！属下花清明，愿将贾主夫人缉拿归案，数案并查，彻查主夫人遇袭案、红月蒙冤案、郡主调换案、陆离通敌案、假冒主夫人案、密谋灭国案。数案并查，还望城主批准。你叫我来，就是帮你和那小丫头换脸。18年前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长平京我是待不了了。当年我的脸就是你给我换的，现在你必须帮我。帮你？主上给你下的是死命令，如果完不成任务，你就没有回西木国的必要了。你觉得事情败露了，主上还会饶得了你吗？莫不如你帮我？我这些年在长平京攒了一笔财富，我分与你一半，咱俩在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消失。于你于我都是最好的选择。多少？买得下半座城。
我要现银。去吧，我要抓活的。小仙师，我要问问他。是。我是芊芊啊！你是芊芊？你这个蠢货！你只是我18年前在乱葬岗里面捡过来的冒牌货！下去！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条命跟一条野狗的命没什么区别。是我给了你18年的生命，给了你不该享受的荣华富贵，你现在可以还我了，对吧？也不过分吧？孩子，你别怪母后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是计划失败了，若是成功了，说不定还能让你当上一方女诸侯的位置。在里面。是主夫人。主夫人死了。死了。陆芊芊，啊，不对，主夫人。到底该叫你什么好呢？无所谓了。你这么急匆匆的，到底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不平哥哥，哎，不平哥哥，不平哥哥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女人，她绑架了我，他们现在在一起。
一定是商量好了，想要谋朝篡位。你快救救我呀！你到底是谁啊？你真是我妹妹吗？我是倩倩啊，不平哥哥。你看，我是倩倩啊。你们说，有没有可能搞错了呀？死的那个是真的贾母婆，我看她跟我那个妹妹长得一模一样，虽然是假的，但她也是受害者吧？不平哥哥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是受害者啊。她不是倩倩。爹，他胸口的那颗红痣，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当年夫人遇袭回来，胸口无缘无故的多了一颗红痣，为此我还专门问过他：“夫人，你可还曾记得？”这下你信了吧？重生前杀我的也是你。是啊，重生前杀你的就是我，但没想到我带着记忆回来，却还是没能除掉你。太好了，把他的头挂在城墙上换成吃的，我们就能活下来了。我们就能活下来了，我们就有吃的了。你是怎么知道岳千雪是真正的郡主？出征前，他同我一同沐浴，我看见了他身后的胎记。没想到等了20多年，自己跑到我身边来。那你又为何换成陆芊芊的脸？为何？如若不换上他的脸，那南王怎能心动，放我进这落日城呢？这长平京的龙脉就在这落日城，今天就是他长平京走向灭亡的日子。放心，主上说了，只要你完成任务，就送你归天。陆离，为什么？主上嫌你脏。没想到，睁开眼，我竟回到了天元6年。既然知道了自己的下场，我就打算自己救自己。我先安排黑衣人栽赃你，想把黑衣人引到陆离身上，没想到却被花清明你抓住了他。快点挟持我，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。快点，快点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快点，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后来我又安排陆离绑架你，也是想借花清明之手除掉陆离。谁曾想，陆离是除掉了，但我没想到，我想完成我的任务，却变得越来越难了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岳千雪，你也重生了。既然你的目的是毁灭长平京，那为什么在黑衣人给城主下毒的时候，还让
让我施救呢？怎么不在当时就毒死城主呢？20余载，即便为了完成一个看似荒唐的任务，但我又何曾不对夫君产生一丝情意呢？算了，反正一切都结束了。城主，郎君，妾身想问你，如果妾身死了，你是否会想念妾身？是否对妾身有那么一丝的情意？哪怕就那么一丝丝。我爱的一直是我的夫人，我真正的夫人，而不是那张脸。城主，父王，父王，城主，平儿，要成熟点儿，以后长平京交给你了。夫人，城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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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城主，报，城主，说，魏远军北路大破蛮族，蛮族首领已被擒获。西木国已向我长平京发来归顺通文。很好，没什么事儿，就下去吧。还有，舒城军来报，城中来了2人，应当是镇北王和月千雪月姑娘。你说什么？镇北王和月姑娘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他们！这么多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启明哥哥，这长平京的中元节还是这么热闹。云游10年，若白驹过隙，没曾想陆不平那家伙竟把长平京治理得这么不错。你看这花灯，是不是也跟当年一模一样？月儿也是，和当年一样美。快来，慢点啊！哎，小心！红尘烟雨，你苍茫雨雨，泪不休。思念如纸穿过夜风，故事旧梦，谁解恩怨之中？深夜孤灯燃千年长风。你看你又撞到人了。
抱歉啊，他太鲁莽了，但他绝对没有恶意。不好意思啊，哥哥吓到你们了。来，这个给你们，谢谢。就当哥哥给你们赔礼道歉了。花谢月落一季，相伴成舟。走吧。缘起缘灭，又为谁而生？何年匆匆，如梦然离歌不休。爱也迟迟别离，不知不休。